全世界除了中国，就是意大利的疫情上严重。真侪媒体一直咧放送，讲意大利伫个医疗资源有限的状况下，医护人员会优先救治上有机会活落来的病患，也就是讲年岁较大就放互去。问题是，像意大利遮尔啊先进的国家，敢有可能会安尼做呢？花式新闻查证的结果，果然是假新闻。来看今仔日的拍假特工队。 下令放弃老大人，这日一直出现伫媒体标题顶面。不过，作为先进的国家，同时有高龄化社会，意大利2在2，敢有可能真正由政府下令放弃救有患着新冠病毒的老大人？在医疗资源较缺欠的同时，意大利2在2麻醉学甲重症监护学会主席佩特里尼伫接受访问的时讲啊，伊建议医护人员优先治疗有机会活较久的病患。佩特里尼讲，当需要插管的病患比呼吸器较济时，应该先从呼吸器好少年也是无重大疾病病史的人来使用。佩特里尼强调讲，这是一份技术性的指导文件。 目标使用者是专业的医护人员，并是摕来提供大众公开进行检验的。主要目的是希望第一线医护人员在做出无奈选择的时，免家己承担压力。虽然意大利中央政府无统一下令优先救少年人，也是存活率较大的患者，不过部分媒体将资深专业人员的建议当作是政府下的命令，甚至用会单死的字。米兰尼古尔达病院重症监护科主任驸马加里就赶紧出面讲清楚。 Non è vero che non intubiamo i pazienti anziani, non è vero che scegliamo chi curare in base all'età e non è vero che le terapie intensive sono piene di giovani. 面对新冠病毒疫情这种世纪的灾难，媒体报道时实在伫个用字讲法方面爱较谨慎的。